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又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这集呢，咱想要将顶几集的所有的内容呢，咱要来个朗诵一遍，咱要来个念读一遍。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呢，其实伊这全部拢有押韵倒句哦。所以念起来呢不止有这个旋律感。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丁，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圣献心。历手作旋用苦心，创结这字值千金。劝人读书着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字。件件货物都书记，记得物件写得来，便是伶俐不期待。百般生理多头路，也有坐店工开铺，也有富虚摆街路，也有广告贴字数，也有看歌工落铺。日出而作，日日而息，不息不知顺地之职，户籍教明价值，也得正也得报，耕作着人路，餐园着照顾，也要食也要做，唔通扒远生草布，破桶着苦，破鼎着补，木瓢木刀勤俭有补数。勤做着勤收，守望上座是龙潮。早七大成收，圆粒布尖共清油。乌尖白壳软尖骨，芒花青果五两卒。豆麻未熟各行出，豆芽豆菜该着核。客甘蔗前头入后头出，白土豆光丽风透忽忽。囡仔低腿乱乱舞，春夏秋冬四时勤劳，唔通想风骚，唔通想佚佗。父母着孝顺，兄弟着合和，井内无水着来倒，水内有鱼着下锅，化妆掠贼着拍锣，壮丁着进出，得个斗菜刀。金牌交情高粱踢刀，经钱铁杯插腿干戈，家来饲猪着猪槽，暗着刀喷着锣，新猪母老猪哥，猪皮照路行，猪囝蓝衫蛇，赤牛哥水牛母，羊母羊囝满山蛇，照鸭鸡鹅。盐家趁红杯，家囝对家母。好朋友这就是咱顶几集呢所介绍的内容，大家一听就知影这就是传统咱的庄脚农业社会的一寡生活的这个写照这个物件论真来讲啦，多数都唔免解说啦但是呢，咱体会呢，你看是按怎早期的人因拢有法度安尼位头念到尾暗念什么叫暗念？就是咱讲甲背起来就对啦，暗念因为伊内底其实你若甲注意甲看，咱以上甲尾真好了。你讲家来饲猪着猪槽蚵，暗着刀，你看蚵，喷着螺嘛是蚵，新猪母嘛是蚵，老猪哥嘛是蚵，佮刷落去你讲猪皮照路行，猪囝蓝衫蛇嘛是蚵，赤牛哥蚵，水牛母嘛是蚵，羊母羊囝满山蛇蚵。照鸭鸡鹅，过安尼讲盐家趁红杯，家囝对家母，你看位头到尾，所以念起来有迄个节奏，有迄个旋律就是安尼。所以大家来念这个时候，一方面呢，咱来了解过去这农业社会因的精神嘛来体会这台语的水。时间的关系，咱这集就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洪建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